头起先先来关心台北捷运伫咧昨暗是佫传出冲突事件，下班时间人满满时，不过两个人煞因为这让位的问题起配面，佫出手相拍，后来互相提告伤害，也面对刷落来跨年顶大型活动，上北的市府拢唔敢激放放，除了加强演练甲戒备以外，嘛按算要伫咧活动的现场来增加警力维持安全。因为后面很急嘛，我有让人家。他自己都不下车了。警方接到通报，到场查甫人是有够生气，就伫几分钟前，伊伫捷运的车厢内，含一个查某乘客伫冤家，甚至搁当场相拍。他照我之后，我当然把他手机甩下来，甩在地上。冲突是发生伫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，23暗时的6点外，迄当时下班时间，车厢的人真侪。警方调查两个人是因为路车让位的问题开始相嚷，所落来互相扣来扣去，即马双方拢提告，互控伤害。男子因不满女子持手机拍摄，出手泼掉后，双方于车厢内互相拉扯，依刑法伤害罪将两人移请新北地检。捷运内面小连续发生纠纷，伫11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的敏感时刻，互相关单位拢真注意。尤其要年底各大活动拢在举办，任何冲突拢爱关注戒备，各项维安嘛真受关注。汹汹喊一声就大声，民众惊赶紧逃走。警方到场甲制服。台北市政府戒备跨年，无仪式内发生突发事件时阵，爱安怎应对？日是先做预演，正式的关强度的演练会伫26进行。参加的对象有若警消和台北捷运这单位，嘛纳入演练场域内面的业者和柜位，包含转运站跟百货公司的店家已经做一些协调跟沟通。我们在礼拜5。正式演练的时候，他们会一并纳进去我们的演练的科目。所有相关的活动，我们也提高更多的见警力，以及更加严密的安全网络，让活动都能够在安全底下顺利完成。同款是提升备战，新北市嘛规划伫跨年宴会会场提供更警率的防范，另外嘛部署警犬防暴小组、空袭机的维安警力，面对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，中央嘛先伫安全指引手册官网更新暴力攻击、大规模恐攻的应对指引。先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，那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把它编列成下一次更新版的时候来使用。内政部长刘世峰讲，确实明年的预算有够，会印新版纸本的安全指引手册，到时会把相关内容嘛拢放入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